你可以揾個舒服嘅位坐低，背脊唔需要挨實牆，手自然放喺膝頭哥。如果想合埋眼都可以嘅。今次呢一個呼吸練習係畀你鬆返條氣，放低喺膊頭上面，喺個心裏面嗰種頂住嘅感覺。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感受下空氣進入你身體裏面，唔使刻意咁樣深呼吸，淨係覺得空氣喺你入邊流動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試下想像膊頭慢慢咁樣沉落去，慢慢沉少少少少。吸氣嘅時候，同自己講：我知道我喺度。呼氣嘅時候，同自己講：我容許自己放鬆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心口展開，呼氣，膊頭放低。有時我哋會話我頂得順，但係身體其實好誠實，佢用好緊、好痛去同你講：我撐得太耐啦。所以呢一刻，試下畀佢講，吸氣，帶住一啲我願意聽，呼氣，放低嗰啲我唔需要再孭住嘅感覺。任由空氣嘅流動，你唔需要控制佢，只需要接受、容許。而家繼續深呼吸，唔需特別太深嘅呼吸，就當每一次嘅呼氣都畀自己一個小小嘅放生，感受下個膊頭，可能冇即刻嘅唔緊張，但係佢知道你開始聽佢講嘢㗎喇。你唔需要逼自己完全放鬆，只需要少少地、少少地，慢慢逐寸逐寸放鬆，已經好夠㗎喇。再嚟一次深呼吸，吸氣，我接納自己，呼氣，我放低自己唔需要孭住嘅嘢，慢慢抬起頭，感受身體同地面之間嘅連結。今日你已經做到一件好溫柔而且好勇敢嘅事，你選擇將唔需要嘅嘢放低㗎喇。如果你覺得呢一刻係好舒服，記得每一日自己都用少少時間去做呢一個深呼吸嘅練習，畀自己 reset 返你嘅能量。